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職業拳手嘅時間啦。咁今日係9月25號，咁仲有2個交易日到咧，就已經係結算啦。咁啊，下個星期一咧就係結算日啦。咁就至於啲倉位咧，大致上都正常運作嘅吓。咁就一陣間都會再交代翻啦吓。咁講少題外話啦。咁啊，颱風已經過咗啦。咁啊，超強颱風啊，華加莎啊，都相當之厲害啊！如果以風力計咧，應該係即係過往咁多年啊 ，OK， 應該係最強嘅颱風啊，甚至乎比之前即係山竹咧嗰啲更加勁嘅啲風。但係可能因為佢即係嚟得快又去得快啦，咁所以就對香港個破壞咧冇想象中咁大啊。OK， 咁呢個都係一個幸運啦，對於大家，對於我哋嚟講吓。咁就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喺一個冇乜損失嘅情況底下渡過呢個難關啦吓。OK， 好，咁 anyway 今日會講一個概念咧，就係點樣壓均價咧係導致零成本持股啦吓。咁當然即係壓均價呢樣嘢咧，都喺即係股票投資上面一個幾重要嘅概念嚟嘅。聽就聽咗好多年啦，但係要真係做咧，就唔係真係咁簡單嘅，即係要有一個能耐啦吓 ，OK， 即係要肯坐貨啦吓 ，OK， 咁先至有機會會做得到，而且都唔係必定可以達得到一個咁嘅情況嘅吓 ，OK， 咁要有個股價咧，要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啦 ，OK， 先至做得到啦。咁當然即係呢半年咧，咁其實都好多股票都升咗噶啦，咁即係壓均價嘅可能性咧，亦都高咗啦。但係當然嚟講咧，即係你1年前咁都冇可能預計到，即係騰訊可以升1倍噶嘛。OK， 咁即係若干年前啊，咁我都唔記得幾耐咁，即係香港仲俾人話係一個咩金融中心遺址啊。OK， 大家都仲好記得呢樣嘢㗎，我相信。OK， 咁點做咧？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咧？即係可以即係令到壓均價咧嗰個可能性可以提高咧。咁今日咧就會講一講呢樣嘢嘅。好，咁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咁首先嚟講咧，就講翻免責聲明先啦。以下所提供所有嘅期權倉位啊、股票啊，咁都唔係一啲投資建議啦。尤其是 short 倉咧，如果大家要參與嘅話咧，咁請諮詢翻你相熟嘅專業顧問啦。OK， 咁因為即係冇保護個 short 倉咧，會係即係導致到一個非常之大嘅損失嘅嚇。呢個真係必須要注意嘅一樣嘢嚟嘅嚇。OK， 好啦，同埋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嚇。最緊要 subscribe 我嘅頻道，有問題可以喺頻道度問，或者喺個 email 度問嚇。咁都有一段時間冇 check email 啦，咁我都會 check 翻啊 ，OK， 但係依家啲朋友咧多數都喺頻道度問問題噶啦。好啦，咁睇翻過去即係10大沽空股票啦。咁上個禮拜4咧就冇放到上去嘅，咁今日再 update 翻俾大家。盈富基金55億5 ，OK 都算係多嘅，比平均都多咗啲啦。咁但係就都唔算係最多嗰幾次啦吓 ，OK。阿里巴巴枕住噶啦，咁今日個股價咧，今日錄音咧係26號嘅朝頭早啦，咁都跌咗噶吓 ，OK， 同埋佢一路個沽空咧都幾勁啊，咁呢度都要留意翻嘅吓 ，OK， 就55億5啦，咁阿里巴巴就47億9，227億6啦，百度就25億6，3033就23億3啦，騰訊就23億。多啲，美團22億1啦，中芯13億啦，泡泡瑪特就10億多啲，小米就係9億5啊。好啦，去到19號禮拜5啦，盈富基金又多翻啲喎，多咗都幾多下，一大截噶啦，係84億6，228 41億8啦，阿里巴巴35億9，百度25億3，小米就14億6，就泡泡瑪特就12億5啦，騰訊11億9啦吓 ，OK。咁美團就係10億9，快手就8億4，中芯就7億2吓。
呢版都係集中喺啲 ETF 啦，同埋即係阿里巴巴啦，同埋百度啦嚇。咁尤其是阿里巴巴最近都升咗唔少啦嚇。咁呢啲股票咧就一高咧嚇，咁啲空軍咧就啄住佢唔放噶啦嚇。好啦，咁另外就星期一咧就盈富基金就78億4啦，又多翻啲啦，比平均。3033 55億3 228就44億7，阿里就26億5，稍為收斂咗啲啦。百度就21億啦，美團就14億2，泡泡瑪特就10億5啊，咁枕住都上榜喎，泡泡瑪特啊。就快手9億4啦，安踏體育就9億4，最近都比較少見嚇。蔚來就9億多啲，雖然唔係高，但係咧節目成交咧都多㗎嚇。OK， 咁我都overall 嚟講都唔睇好啲汽車股，因為實在太過多太過濫啦嚇。咁我都即係之前又話咩產能過剩啊嗰啲問題咧，我相信都幾嚴重嚇。咁啲車做咁多出嚟，咁樣點樣可以銷咧？即係除咗即係向外傾銷之外啊，咁即係內地嘅需求咧，我唔相信可以食得晒呢啲車咯嚇。OK， 但係即係喺香港賣嗰啲電動車咧，又唔覺得特別平喎，最慘啊！即係佢做得多啦，咁但係咧個價咧都唔算係好咩好低，但係喺內地就聽聞咧都有啲劈價嘅情況，即係劈到好勁嘅情況啦。咁所以overall 嚟講，即係汽車股嘅前景，因為競爭太大咧，就真係唔係好睇好啊。OK 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好去到23號咧，就盈富基金60億啦，阿里就40億枕住都係頭5位話，百度就上咗嚟第3位啦，17億5啦。美團都上咗嚟第4位啦，16億1，2828就13億6啦，騰訊11億8，比亞迪就7億9，最近少咗出現嘅比亞迪，即係自從佢拆細到100股一手之後咧，咁似乎都有啲支持即係比亞迪。就另外就京東就比較少上榜啦，7億8紫金就7億5，2倍正向嘅南方恒科咧就係7億3OK， 咁就唔係沽反向喎，沽正向喎，咁會唔會即係進一步睇淡咧？呢啲唔知啦，就如果係沽正向咧，就完全冇對沖作用噶啦沽反向就會有對沖作用。好啦，阿里巴巴喺嚇咗一跳106億5OK， 咁就比5天嘅平均多1倍有多噶OK， 咁呢個係24號嘅數據嚟嘅，就都極不尋常噶啦，睇落去跟住就盈富基金啦，就話雙贏見絕啦，得36億2啫。騰訊22億3啦，稍微多啲啦。百度就15億多啲啦，比平均低嘅。美團10億多啲，小米9億9啦，中芯國際就9億1，快手7億8，金山雲稀客喎呢個就係7億1嘅。OK， 2828就5億4。咁留意咧，阿里巴巴即係106億話，即係沽空都106億話。OK， 咁佔成交又唔係好多嘅，即係其實24號嗰日就有400億，我淨係阿里巴巴都即係唔知會唔會又係即係同啲北水喺度對冚啦啲空軍。好啦，去到25號嘅情況咧，就阿里巴巴繼續排頭位喎，咁所以今日個股價咧，即係26號嘅股價咧，都係就跌緊落去啦，成交都唔係多啦，OK， 咁就25號就63億7啦OK， 咁就盈富基金26億4，騰訊25億2啦，小米23億3，百度就16億2嘅 OK， 中芯14億啦。咁京東就9億6啦，美團9億3，紫金就8億6，就快手就8億，咁都係好唔尋常噶啦，即係阿里巴巴即係連續2日大沽空咧，就短期咧都係比較淡少少噶啦，睇落去，即係雖然佢都不斷係出一啲好消息，但係現價169蚊到嚟講咧，就差唔多等於佢第2次嚟講上市嗰個價錢，即係佢離個高位咧都仲爭
都差唔多冇咗一半嘅以上嘅，我記得應該係330幾蚊㗎，啱啱好一半啦。OK， 即係依家160零蚊啦，啱啱好一半。好啦，咁就呢啲講咗未㗎？騰訊25億幾啦，小米23億啦，百度就16億啦，中芯就14億，京東最近都比較少人睺㗎啦，啲空軍9億6啊，美團就9億3啦，咁美團啲沽壓咧，似乎都七七八八啦，去到呢嗰啲位啊。紫金就又上咗榜啊，比較少有嘅都紫金就8億6啦，咁另外就快手就8億嘅。好啦，咁好快咧就嚟到我哋嘅正題啦，就講到啲壓均價嘅問題啦。咁嗱，咁如果即係一隻股票可以壓到均價嘅話咧，咁其實相當之筍㗎嚇，相當之正嘅。OK， 咁就會變咗零成本啦。咁持股咧係100%安全嘅，即係你跌到0就都係咁咯，都係叫做係發咗場夢咁啦。OK， 或者除牌啊咁呢啲OK， 或者好似騰大嗰啲即係血本無歸都冇乜感覺嘅，我相信OK 咁但係就咁呢個咧，一般咧係要較長時間咧先至做到嘅，即係佢好似騰訊咁啦，咁依家就640零蚊，650幾蚊咁啦嚇。咁如果你即係300蚊買入，咁你大概咧就沽出一半咧 ，OK， 咁你就連嗰300蚊個成本都冚埋㗎啦 ，OK， 咁你呢個咧就係叫做可以變咗做一個叫做free 貨啦嚇 ，OK， 咁但係係咯，咁呢個咧就擺喺度嘅貨咧，咁就可以變咗零成本啦。咁就俗語講咧，就你就可以咩，即係放下紙鷂啦嚇，放風箏啦，或者即係咁講得文雅啲，OK。咁但係呢個咧有啲咩問題咧 ？OK， 咁第一個問題咧就要長時間啦，即係你好似舊年即係4、5月咧，嗰啲時間咧都見到即係騰訊咧就去過300蚊嘅，咁再低啲都有嘅，咁你喺我都唔記得係邊一年啦，一陣要睇翻先係14597啦，即係14000點咧嗰陣咧，即係騰訊落過200蚊咧，咁你到時嗰陣時會唔會有大手買入咧？有冇即係大手買入咧？咁當然如果你係大手買入嘅話咧，咁依家都即係變咗 free 貨噶啦嚇，即係變咗係壓均價壓到0噶啦嚇。OK，咁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你買騰訊嗰陣咧，即係你譬如1年前啦300零蚊啦，咁你會唔會確定今日會升到600蚊噶嘛？即係可能你都會覺得佢遲早都會到嘅，但係係會係今年到啊，出年到啊，因為3年後先到咧，你唔知噶嘛 OK， 咁而且有啲人如果真係300蚊買嘅，咁佢可能330已經沽咗，哇10% 喎，即係可能10零日咁已經賺到10%啦，已經好開心好興奮啦，咁已經沽晒啦，都未定嘅 OK。咁又或者即係可能你持有譬如話1萬股騰訊咁樣咁你今日係600幾蚊啫，咁但係你330蚊會唔會又沽一啲咧？咁400蚊會唔會又沽一啲咧？咁500蚊又會唔會沽一啲咧？OK， 即係中間你其實即係經過一段好漫長嘅時間嘅咁所以即係你去到今日即係2025年嘅9月25號 OK， 咁喺1年前你會唔會喺呢一日估到佢會升到呢個 level 咧？咁唔會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不確定嘅情況嚟噶嘛，即係你唔知Donald Trump 玩嘢咁玩到幾大咁即係會令到啲股價一路碌落去，咁你唔知噶嘛即係你都唔知，即係原來你上咗任之後原來都從中國都幾 friend 嘅，有偈傾下嘅，咁你都估唔到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咧，永遠都係即係放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而你又肯坐貨嘅話咧先至做到呢個效果嚟嘅。OK， 咁當然之前有啲投資者咧都成功嘅，即係好似我都以前都成日聽曾淵滄先生啦、曾 Sir 啦 ，OK， 即係以前成大嘅教授啦 ，OK，
咁佢都話佢自己有好多 free 貨嘅 ，OK， 有好多零成本持股嘅貨嚇，咁睇下，咁你睇下呢種方法咧，你適唔適合自己啦？因為你話即係10% 就走，跟住咁不斷咁樣去 trade 一啲 range 會比較適合你多啲啦嚇。OK， 好啦，咁啊講到戲肉啦，今日咧要介紹一種壓均價方法咧，就可能有機會唔使好似騰訊咁，即係擺咁長時間嘅 ，OK， 或者係1年嘅嚇 ，OK。咁就咁我認為咧呢種壓均價方式咧，時間比較短啦，之餘咧，其實確定性咧都可能會比較高啲嘅嚇 ，OK。但係即係當然得唔得咧，就要睇埋個股價走勢啦 ，OK 嚇。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啊 ，OK。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都參考下啦 ，OK。咁呢種情況係咩情況咧？就係當如果一間公司咧，係派一啲好高嘅特別息咧，就可以造就咗種咁嘅情況啦。OK， 咁呢種情況咧，希望對大家有用啦。OK， 好啦，咁究竟係乜東東咧？咁呢一張 slide 咧就會同大家解釋翻啦。OK， 好啦，咁首先就呢間係一間酒店嘅公司咧，就叫即係講埋名啦，就叫做萬達酒店啦。OK， 咁就係編號就169啦。OK， 咁佢其實已經係宣布咗會派息嚇，就個息嗰個 level 咧，就係講緊咧就係0.462嘅。OK， 咁股東大會已經通過咗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通過咗之後咧，都要搞多啲手續啊，咁樣有啲審批啊，咁樣啊。唔好意思，頭先有個電話咁啊，聽一聽先啊。OK， 咁我哋繼續啊。咁你見到呢間酒店咧，就會派一個特別息啦嚇。OK， 就係0.462啦嚇。OK， 咁嗰個即係啲審批啊嗰啲咧，我都相信都差唔多。咁就咁如果以翻依家個股價嚟講咧，大概係7毫子啦嚇。咁如果係0.462咧 ，OK， 咁就除翻7毫咧，咁大概咧就係即係佢個股價嘅66% 嘅 ，OK。咁好啦，咁如果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咧咁就有幾樣嘢可以睇得到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咧睇下佢會幾時決定就派呢口息啦嚇，咁呢個係好緊要啦嚇，咁但係仲未宣佈嘅，咁就應該可能都差唔多，咁但係都唔知係邊一日啊 ，OK， 咁我都預計可能都會係10月啊嗰啲時間啊 ，OK， 咁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嚇 ，OK， 好啦，咁到佢宣佈咗一日咧，咁佢會一日除淨噶嘛 ，OK， 咁佢除淨係邊一日咧，都唔知嘅，即係可能都會係10月某一日啦嚇，我覺得嚇，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係11月啦嚇 ，OK， 好啦，咁呢度有個例子啦 ，OK， 就係即係有個朋友啦嚇，佢就買一批貨啦嚇，咁佢就係即係買咗就300萬股啊 ，OK 嚇，咁利益申報先，咁其實我自己都持有呢隻股票嘅 ，OK 嚇，咁即係你即係分析得夠唔夠客觀啊？咁你自己去決定啦嚇 ，OK 嚇，咁我哋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啲投資建議嚟嘅呢度嚇，唔係話即係建議大家買入嚇 ，OK。好啦，咁佢即係講翻呢個例子先啦，咁就持有咁多股啦嚇 ，OK。咁佢就分咗好多次買入啦，咁平均成本咧就係0.651啦嚇 ，OK 嚇呢度嚇 ，OK。咁就現價就7毫子到啦，咁其實佢現價咧都即係有個利潤喺度噶啦嚇 ，OK。好啦，咁逢親一啲高息嘅股票咧 ，OK， 佢要派息啦嚇，佢要宣佈咗個除淨日啦嚇，咁一般嚟講咧嚇，喺個除淨日之前嘅幾日咧，即係啲隻股票咧都會飆一飆上去嘅，一般嚟講啊 ，OK 嚇，咁係咪每一隻都係咁？又未必嘅嚇，有陣時咧有啲股票咧就好得意嘅，就
除咗淨先後先至會升嘅喎 OK 甚至乎有啲情況咧係除咗淨啦，到個後息派出嚟，咁之後先至升嘅喎。咁所以呢一日咧，其實就都會係比較難捕捉，但係一般嚟講都會係除淨之前咧會飆一飆上去嘅。OK 嗱，咁你就可能依家7毫6毫半買唔到啦，咁就甚至乎7毫買咧，我覺得都會有啲水位嘅喺呢度嚇。好啦，咁假設就咁嘅情況先啦，就係即係已經買咗嘅咁持有嘅就係6毫半啦就左右啦。OK， 咁假如佢升到8毫子嘅話咧 ，OK， 咁如果我要整到呢一批貨咧，係一批即係 free 貨嘅話，一個完全免費嘅持股嘅話咧 ，OK， 咁我哋就會係要喺呢個 level 就沽出一啲貨啦，沽出一批貨啦咁就將個成本咧就壓到落去同個特別股息咧，即係一樣嘅水平啦OK， 因為佢每一股派4毫6啊嘛OK， 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壓到去大概係4毫6咧咁呢批貨咧就會完全咧就變咗一批free 貨啦OK， 或者係如果你唔諗住壓到佢咁低咧，去到6毫子啦，或者係去到5毫子咁，你都夠咧，咁你就即係自己決定要沽出幾多股票啦。OK 嗱，好啦，咁假如喺除淨之前佢去到8毫子啦咁你6毫半嘅持股 OK， 咁你就要沽出 55.6% 嘅貨咧 OK， 咁即係話咧，如果係300萬嘅話咧，就係1668000股啦OK， 咁當然你要睇翻個即係個數咧，除唔除得盡嗰個一手嗰個數啦咁你呢個你自己 check 翻啦OK， 好啦，咁你沽出咗之後咧，咁你就會收翻啲錢啦OK， 咁你餘下咧嗰1332000股咧嘅股票咧個成本咧就會係變咗0.464啦咁 which is 咧同呢個都係爭0.002元嘅啫，佢都係好少嘅啫咁都係當佢係一個 free 貨噶啦呢度OK， 好啦，咁呢個係 scenario 1啦OK， 咁如果 scenario 2咧就係下邊呢個情況啦，咁如果隻股票有幸咧就係咧去到9毫子咧OK， 咁咁就你沽出嗰個股數咧嗰個 percentage 咧就會係相對嚟講比較少啲啦 OK， 咁你只需要沽出 43.2% 咧就可以將個成本咧就壓到去 0.461 啦，咁 which is 比呢個咧仲要低啦OK， 好啦，咁你點樣先至 confirm 到呢個 free 貨咧OK， 咁就係話咧，當你將個成本壓咗落去啦譬如我用翻上面嘅情況嚟睇啦 OK， 咁你持有呢1332000股啦嘅股票啦 OK， 咁到你嗰口息 OK， 即係0.462嗰口真係收到啦OK， 咁你就8%肯定即係呢批就係 free 貨啦OK， 咁當然即係你話公布咗派息公佈嗰個除淨日，咁會唔會都有變卦？咁當然都有變卦喎，好似即係匯豐咁都話咗講明係邊一日派息，邊一日除淨噶啦 OK， 都話可以話唔派喎，原來監管機構話唔派就可以唔派㗎，都仲有啲變數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壓均價呢樣嘢咧咁依家啲人都精咗噶啦咁會係響除淨之前會飆一飆升一升啦會除淨之後先至升啦OK 或者係即係真係派到個後息之後先至升啦咁呢個都係會仲有一個不確定嘅因素喺上面嘅OK 咁就如果用呢個例子講會有少少深嘅OK， 如果即係有啲即係聽得唔係好明嘅朋友咧，你可以自己用個 spreadsheet 咧去計一計數先嘅OK， 咁如果有問題可以喺我頻道度問，同埋咧
嗱呢一個都要講翻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即係依家買嘅話咧 ，OK， 因為都係大概係7毫子啦嚇 ，OK， 7毫子嚟講咧就會比呢個會高啦，咁所以可能即係你要壓均價所沽出嘅股票咧，亦都會比較多啲噶啦嚇 ，OK， 如果你7毫子持貨 which 依家都係一個現價啦嚇 ，OK， 差唔多嚇。咁你就要即係再沽多啲股票啦 ，OK。嗱，咁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壓均價可以令到你更加安全 ，OK。但係即係安全係有個代價嘅 ，OK。個代價咧就係話咧，如果你等到佢即係如果你冇呢批貨咧，即係你已經沽咗噶啦嘛，呢批貨嚇，即係1668嚇，即係1668000呢批貨沽咗。咁之後，譬如話佢如果係仲升多過8毫子咧嚇 ，OK， 即係無論喺除淨之後或者除淨之前都好啦嚇 ，OK， 咁你就享受唔到嗰個升幅噶啦嚇 ，OK 嚇。咁 which 都係有機會喎 ，OK， 即係有陣時你可能佢個股價走勢咧就係除淨之前會升一陣啦，除淨之後扣咗呢條數啦 ，OK， 佢都可能會再升一陣嘅喎，甚至乎派咗息咧，亦都可能會再升一陣，咁你就享受唔到，但係咧你持股咧係會十分安全咯嚇，呢個方法嚇 ，OK， 咁至於點壓法？壓就譬如50% 均價或者係即係唔係，即係譬如你8毫子啊，咁你壓譬如你6毫半，咁你可以壓到去6毫或者係5毫半，咁呢個你可以自己定噶嘛，呢個 level 嚇 ，OK， 咁嗰個安全性同埋嗰個賺錢嗰個能力咧嚇，咁你自己平衡啦嚇 ，OK 嚇，你要好安全嘅壓到佢一樣嚇。如果你話即係要賺多啲嘅嚇，咁就可以即係逐批咁樣壓落嚇 ，OK 嗰個均價嚇，即係逐批沽咯嚇。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就 prefer 後者嘅 ，OK 嚇。咁呢個係俾大家參考嘅啫嚇 ，OK 嚇。咁如果你要依家買嘅，咁可能即係你要壓嘅，咁你就用0.7咧去做翻條數出嚟啦嚇 ，OK 呢度嚇。好，咁就再不厭其煩咁再提多次大家啦。就我自己有持有呢個股票嘅嚇，咁亦都唔係建議大家買入嘅。OK， 咁如果大家係覺得都有啲着數嘅嚇，睇落去啊 ，OK 嚇，咁亦都可以即係參考下啦嚇。OK 嚇，咁同埋咧就有啲朋友咧可能會問嘅，即係以前我都係咁樣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嗰口息派咗出去，咁都會係響除淨扣翻噶嘛，咁但係如果以個股價，即係過往好多唔同嘅例子咧，個股價走勢嚟講咧嚇，咁其實即係逢親啲派高息嘅股票咧 ，OK， 總之一句講晒啦嚇，都會俾你帶嚟一啲利潤嘅嚇，咁至於個利潤係幾多咧？咁啊睇下你幾時買入同埋幾時沽出咯嚇，咁即係如果你話7毫子呢啲即係買入會唔會貴咧嚇？咁你就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嚇。OK， 好啦，咁就講到呢度先啦，呢個 topic， 咁希望對大家都有用啦嚇。OK， 咁就可能即係嗰個公佈咧都應該就快噶啦嚇。咁如果你話至於係咪真係會成事咧？我就覺得個成事機會都大嚇。咁但係就至於除淨嗰日係邊一日咧嚇？咁暫時都係一個變數啦，未知之數。所以現價咧我就覺得係未反映出嚟嘅嚇。OK， 咁呢個大家要留意翻。好啦。咁咧就呢啲可以跳一跳啦。好啦，18號咧就升咗1546，
咁啊25號嗰日咧就稍微回翻少少啦吓 ，OK 就收26484吓 ，OK 咁今日錄音咧就26號早上啦，咁啲價咧仲可以跳緊嘅吓，咁就係26263到啦吓，咁就距離咧個開倉位咧就27000咧都仲有大概有600零點嘅距離。咁都係一樣噶啦，咁逢親即係見到呢啲情況咧，個倉位都唔喐噶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仲有6、7、8點，仲有一日結算，有啲朋友可以考慮 call 嗰邊食咗糊先咧，亦都未嘗不可嘅。OK 吓，咁但係就如果係示範倉咧嘅情況咧，就係坐到月尾噶啦吓。OK 吓，雖然仲有一日。OK， 但係都照舊啦，同以前嘅做法一樣啦，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食到盡啦，將嗰啲期權金咁但係即係個別有啲朋友咧，如果係想都只係得600幾點嘅距離咧咁又唔知會唔會禮拜一又夾淡倉又飆升咧？咁可以即係喺呢啲 moment 度平倉咧，都冇乜所謂嘅，其實都唔係賺多好多嘅啫咁但係作為一個示範咧。咁我就唔喐佢住啦OK， 但係如果係我個人咧，都可能係即係走為上着嘅趁有啲回調咁，即係因為600零點，其實真係都呢啲波幅啦OK， 咁即係一日咧隨時都會到噶啦OK， 咁一日3000點都試過，即係600零點咧，亦都唔係好出奇OK， 好啦，咁所以所有倉位不變。就坐到期啦OK， 嗰啲示範倉咁仲有一樣嘢要提翻咧，就係之前開咗啲跨期倉咧，都唔係好成功咁我諗都要檢討一下先，因為似乎即係 long short 咧，同一時間或者即係可能會分幾日內咧開咧，咁先至係一個比較好嘅策略，雖然啲價冇咁靚啦，咁但係就如果你開跨期，咁如果你開個 put， 咁你個 short 開唔切咧，咁就搞唔掂啦OK，咁啊暫時就麻麻地OK，咁就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恒指喺呢啲位咧，有機會都會回調嘅，咁睇下下個月睇下可唔可以追翻啲成本，但係喺開之前咧。我都會睇下響呢一兩日咧，再試下開多個開多個10月或者係11月嘅倉咧再做翻個跨期，因為即係嚟緊好快就10月啦OK，咁睇下咧就做一個11月嘅跨期咧咁睇下會唔會會好啲啦今次OK， 就下一個時間咧。就因為禮拜一就結算啦，禮拜二就10月份咧開局啦，咁可能都冇乜辦法啦，都要等到禮拜3、禮拜4先至出到片都要禮拜4㗎啦，我相信因為啲時間咧就調動唔到，就唔可以提早出片咁如果有啲朋友都想即係早啲計數咁你可能即係大家都識計㗎，咁你自己計定先啦OK。咁我呢啲即係有啲睇咗好耐嗰啲都應該都冇乜問題㗎，我相信OK， 咁我就唔提早啦，今次OK， 都係維持翻喺即係大概係禮拜4或者係禮拜5之後做出片啦OK， 好，咁今次就嚟到呢度先，咁如果有乜問題喺留言區度問OK， 如果喜歡呢段片就俾個like支持下個星期再見，應該係結算後㗎啦拜拜。